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咱选出来的立法委员顶一个会期表现了如何呢？根据着江督明发布的这个上新的评价，得到优秀的立委的肯定的总共有42位，也毋过上大在野党国民党敢若占6位，互批评讲这甲实处完全是无符合着比例，颠倒是小党的表现真影目。 尤其是民众党5位立委全部来入选。如果不是台铁的责任，那到底是谁的责任？党团立委大家拢坐做伙，小党为着生存，目前唔敢放松。江督明上新的优秀立委评价，民众党5位立委全部入选。对于小党来说，势必是一个对我们的抢先争，必须要是想办法运用最精简的人力来达到最大的效果。 优秀的立委拍出红让，四大力量3位嘛拢入选，台湾执政唯一一个单票位嘛有入选。当初是咱当选的时阵嘛讲，期待咱第10届的这个立法委员、立法院会当亲像 NBA 的96体同款。 国会上大党民进党有27位立委目前得到肯定，分数相关的是廖天麟、陈秀宝，阁有赖品如，不过可能有人也开始烦恼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、第一大在野党啊，那么这次只有6位啊，这个列入优秀的名单，和他的这个在立法院当中的席次非常的不成比例。每一个委员关心的议题、关注的议题也都不一定相同。国民党内当然大家也都期待是说，我们要做好一个在野党最坚强的力量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大家都共同的能够来持续争取这个各方的肯定啊。身为上大在野党，虽然评价敢会使做参考，不过若是想要重新执政，这摆期中考成绩真正是无够理想。